为迎接高港的农历新年假期，东东餐饮集团旗下国境餐厅推出各式年菜组合。东东宴会市场华平喜价馆就主打年菜自由配，30道精选的料理，和消费者家己选择。永大幸福馆这是推出家庭活杂年菜组，海螺佳肴什么拢有。另外，高雄云林馆也独家推出口感清高的鲍鱼干贝佛跳墙。你伫今年得到2022团形大菜餐厅的府城食府，更是集结了老师傅的手路菜，推出12份的经典年菜料理。像华平它有30道自由配，今年比较特殊是除了这个自由配，还推出了一个小家庭，所以可以让大家很灵活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家人爱吃什么，然后我买个几道啊，怎么配啊？那这一些配的方式呢，我们在媒体上都会有宣导甚至于早鸟还有很多的优惠。那今天呢，就是特别在这个时候让大家来看到说，这个应该冬天很快过去了哈，尤其是疫情已经都很稳定了。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出来这个欢乐一下哈，过节。所以这个是我们每年都非常慎重，也非常就是说对它呢特别注重的，觉得这个是代表东东新的一年里面呢又有什么新的菜来端出来给所有台南喜爱我们东东的朋友们。那今年也一样欢迎大家，东东一样有办除夕宴，有办团圆宴，尤其是我们的除夕的晚宴每一家几乎都快满了所以这个也因为疫情这一阵子让大家闷在家里太久了，所以呢，只要一推出来，今年还比往年快一点更加紧大家卡手拢就紧的，所以我已经差不多除夕夜都要订满了。那今年一样推出11888的团圆宴，我们同样有活动就是一样有节目的表演。除了澎湃年菜，东东餐饮集团旗下华平喜价馆、永大幸福馆、加高雄云顶馆。更是伫29暝以及初2规划团圆宴甲娘家宴，并邀请到表演团队以及荷官，规划出各式互动游戏，让消费者伫食团圆饭的时阵，嘛当享受到热烈欢乐气氛。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